继续来看罢免国民党立委的团体早起是大会师，正式来宣布启动第2阶段的作业。罢免团体带头周兴成甲苏淑华拢来到现场，因两位进前拢卡到偷袭的风波，特别借这个机会来背回讲，因防挑化、防抹黑甲真厉害。国民党这边嘛来展开着攻势，到监察院检举着罢免团体违法收人的政治现金。罢免无序，公民前进，公民前进。罢免南洋立委的团体拢徛做一伙，虽然目前伫第1阶段占亚民过关，严格罢免团体带头的周兴成甲苏淑华所面对的风波。我就被丑化很厉害，没有关系，不怕，你生不生气？当然生气，可是你要化愤怒为力量。曹董说被丑化第1名，那我这边可能是被丑化第2名。前阵子也有人叫我退领衔人，我忍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退了，谁要来接？小尾扫掉证据，最终活动宣布正式启动第2阶段作业。民进党的立委沈碧祥要到现场收听。这并不是说民进党决定要不要做什么的问题，而是公民团体现在根本是拖着民进党往前走。还有在这一个联署相关的站点，看能不能提供更多的协助，这是民进党我认为可以做的事情，也是现在正在进行时。国民党这边也展开攻势环境，前用监察院要检举罢免兵团违法收政治现金。证据就是这些罢团的干部直接在群组里面跟大家说，教导大家要如何违法的来进行募款。民进党，请问这些的恶霸团体，你们还要吸金到什么时候？当时，罢免南洋立委李干社会团体，竟然红亚出这场伫高级的餐厅吃纯酒的相片，洪志奇讲明明就化工无主管，那安尼吃纯酒的钱是对倒位来的？那经费的来源是？是我们自己吃饭出钱。这个用词是餐厅他们那边制式定的，不是我们自己写的。大家一起见面一下，为了第2阶段一起努力。进入标准更较悬的第2阶段，罢免双方一定会有更较激烈的攻防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